災難電影《焚城》講述新界一個垃圾回收場發生大火，兼且洩漏輻射。冇諗到大埔宏福苑一場衝天大火比電影更加誇張，7棟大廈一齊俾火舌燒通頂，真係真實版嘅焚城啊！嗱，睇嚟世界上真係冇嘢唔可能嘅，我哋真係要時刻居安思危。今次宏福苑7棟大廈火燒連環棚嘅助燃物呢，主要就係屋苑外牆維修嘅時候用嚟防止沙石飛落傷人嘅棚網。嗱，棚網一着火就向上燒，火好快就燒上頂。其實類似問題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㗎啦。嗱，上個月中環華茂大廈一場3級火，火勢亦都係沿住外牆嘅棚架嘅棚網迅速蔓延嘅，令到成棟大廈陷入火海。嗰場火之後，屋宇署曾經向所有認可註冊承建商發通告，要求即刻檢視建築物外牆嘅工程，確保所用嘅保護網、保護膜同埋防水油布等等嘅材料係有阻燃嘅性能。但係通告發咗啦，承建商有冇做呢？屋宇署又有冇跟進檢查呢？就係不得而知啦。嗱，前年尖沙咀中間道海員之家重建嘅時候，呢個地盤發生咗4級大火，燒咗8個鐘。嗱，先就係由大廈頂層起火，咁之後火勢亦都係沿住大廈外牆嘅棚網蔓延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嗱，其實同棚網一樣，依附喺大廈外牆，一火燭就會成為助燃物嘅嘢仲有好多㗎。譬如掛喺大廈外牆嘅巨型廣告啦，沿住牆而種嘅綠色植物等等。嗱，好睇好睇啊，但係亦都係個危機。幾日之前，銅鑼灣利舞台廣場外牆有一幅樓高3層嘅巨型人造草裝飾就係突然起火，一燒就迅速燒咗上頂，同棚網嘅原理一樣。嗱，今日回頭睇返，原來之前每一場火災都係一個警號，一次提醒。因為冇死人，大家一直無視。嗱，今次大埔呢一場死傷枕藉嘅衝天大火災係個沉痛嘅教訓。嗱，如果大家仍然繼續無視呢啲外牆嘅危機，民生問題總係要死咗人先得到關注，咁火燒連環棚之類嘅意外仲會陸續有嚟啊！